埋邊等位呢，仲有快搏啊！馬林中間黃衫紅帽節節有福，後邊4隻大外檔可靠大師，尾3飛黃尾2內蘭南晚州風林火山掟出去大外檔星之源啊！最後直路啦，有紅利佔先啊！亮寶呢就走入去啊！內蘭位置仲有快搏啊！見到外邊上有比特星，馬林中間復星小子外邊追可靠大師大外檔仲有星之源，最後100零米快搏就越拋越遠贏出呢場賽事㗎！跑第2名嘅馬呢就相當接近啦，可靠大師喺中間。出邊係星之源，第4名係福星小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快搏咁啊，都終於幫何賢呢就打破個滿局啦，掟甩嚟贏㗎啦。第2可靠大師中間，出邊呢由包尾追上嚟大外檔係星之源，第4名福星小子。今晚一當旺啊嚇，跑短途快搏，今次係贏甩喎嗰個姿態。跑第2名就近啦，大外檔星之源。夾住中間有隻可靠大師，跑第4名係4號馬嘅福星小子。哇！臨尾佢啲飛都好厲害喎，40幾蚊覺得佢熱，落到33蚊開跑，可靠大師又落飛啊！星之源都幾犀利喎，其實本身佢係11000。